安尼，今晚大家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来平安跟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在诗篇149篇第1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中来赞美他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情向我们的神来歌颂。”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那赞美的器皿。我们用2句话先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就是哈利路亚跟和散那。我们一起念一次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和散那，和散那。很简单的2句，一起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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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喜乐里。
地上我别无眷恋，除你
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看顾我们如你眼中的瞳人，谢谢你数算我们的头发，也数算我们的日子。但是主，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路上都滴下脂油。你看顾我们，虽然我们的身体日渐的衰残，但是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福分，让我们一直紧抓住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哪怕是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的子孙，都要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你的殿中，不离开你。谢谢主，你是我们的道路、生命跟真理。求你继续引领我们，也带领我们教会往你要带领我们去的方向，除去我们一切悖逆的心，一切你所不喜悦的，主啊，求你挪去，也在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纯全、能够讨神喜悦的教会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合宜的，成为讨神喜悦的敬拜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的牧者今天所传讲的信息，主你用油膏抹他，你膏抹我们的讲台，使今天的信息成为那我们生命中的帮助。主，谢谢你释放你仆人的口，主啊，你将一切的力量加添在他的身上。主啊，真的恳求你祝福每一个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所有的人。主啊，他们要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并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行走不疲倦，他们奔跑也不疲乏。主，谢谢你将那上好的福分赏赐给一切愿意在你面前服侍你的。主啊，断开一切恶者在我们教会当中一切的诡诈，主啊，一切的谣言，主都在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来停止。主，谢谢你眷顾我们教会，爱我们每一只羊群。主，谢谢你，求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，都是